呢度係雅加達嘅唐人街，咁呢條唐人街喺東南亞嚟講都算幾古老㗎啦。雖然當年排華殺咗唔少華人，但係其實仲有好多華人仍然係住喺雅加達嗰度嘅。咁我哋過嚟呢度主要係換錢同埋食啲嘢，而呢一區算係幾多嘅食肆啊、餐廳等等，咁個衛生環境我覺得喺雅加達嚟講已經算唔錯㗎啦。你見到佢呢個當地街市嘅地下其實都已經算乾淨，更加惡劣嘅大有人在。有睇上一集就知道曼吉巴沙嗰邊可以有幾污糟。咁如果益友要買啲手信啊，或者一啲日用品，甚至你想煮餸嘅話，其實你都可以過嚟呢邊嘅。咁呢邊仲有一條生果街，咁但係其實印尼嘅生果我試過，我自己係覺得唔算話太好食嘅。如果你係去開日本嘅，你就更加睇唔上眼呢度嘅生果。哇！呢啲碟真係好舊，不過呢一邊多數都唔係聽廣東歌，因為嚟雅加達嘅老華人多數係喺福建過嚟，同泰國、越南嘅華人群組組成唔同。嗰邊好多會識講廣東話，而呢邊就多數係講福建話，而且喺呢邊嘅華人好多都已經同化咗，因為政治因素，佢哋好多淨係會講印尼話。呢啲糖果鋪已經喺香港度消失得七七八八啦。大白兔糖，當初唔識仲以為佢外邊嗰層衣紙係唔食得，不過而家都已經冇乜點喺香港見到啦。先去咗商場入邊換錢先，咁呢一間找換店係喺唐人街嚟講最好匯率嗰間噶啦，但係佢係喺個商場嘅最入邊，所以你就幾難揾到佢個位置嘅，同埋唔好去錯，佢隔離仲有另外一間，嗰間嘅匯率就麻麻啦。隔離有一個 food court， 咁同樣好重要，喺雅加達食嘢揾一個衞生環境好嘅地方係好難嘅。呢邊就完全可以滿足到我要求，而且佢嘅種類就真係夠晒多啦。有印尼嘅當地嘢食，仲有一啲 Chinese food， 同埋我最中意嘅西餐。咁呢個內庭嘅設計其實係有兩層嘅，上面其實仲有一啲 coffee shop。呢度一大嘅缺點就係冇冷氣，如果喺度食嘢嘅話，你怕熱都幾攞命。不過佢個環境同埋設計的確係 OK。啱啱食完嘢，咁晏啲我哋就會去酒吧街。咁簡介下酒吧街呢個地方，其實佢係一條內巷，入邊有好多間吧，咁係一站式嘅娛樂場所，有卡拉 OK 可以飲酒，有 disco 咩都有。尤其是去到禮拜五同埋六，超多當地人就會去嗰度放鬆飲酒唱歌。咁當然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啦。咁去之前就喺度賣下廣告先。如果益友們想深入討論，記得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電報群組同埋頻道。如果想揾人雅加達或者胡志明市帶玩，亦都可以揾我哋。咁呢度就係酒吧街個巷入邊。咁你見到附近嗰啲就係全部都係吧嚟嘅。咁你想入去睇呢，直接入去就得㗎啦，就冇入場費嘅，自由出入。離開酒吧街，翻返去現實世界，咁啊順便去 Indomaret 嗰度望下。Indomaret 就係印尼嘅 Seven 仔，咁但係呢邊嘅便利店呢，同泰國就爭得遠啦，好多10點之前就已經閂㗎啦，所以要買嘢呢，就趁早啦。Indomaret 啦，Indomaret 度買係最平啦，1.5個一個。餅乾啊6、7蚊有一包，M 巾都平啊，M 巾10蚊一包啊。你有老婆或者女朋友啊，買嚟做手信咯。講最平係呢一樣啦，煙仔20零蚊一包，香港買係4倍價錢，因為印尼係煙產大國嚟嘅，個個都食煙。嚟到呢一啲本地 K 啊，咁呢啲本地 K 其實同酒吧街係差唔多嘅，咁但係佢個檔次會再低一啲，價錢亦都再低一啲。我哋外國人咧就唔會喺度唱 K 㗎啦，因為實在太過當地啦，環境亦都差。但係就咁入去都係嗰句，唔使俾入場費嘅，去望下都好。好
好多益友會問雅加達嘅朝頭早有啲咩做，咁我哋而家就去行下南雅加達最大嘅商場。你想食一啲比較高級嘅嘢，或者帶囡囡去一啲好啲嘅咖啡，咁你都要去南雅加達嗰邊嘅。咁我選擇咗坐印尼嘅巴士過去，因為印尼巴士係有專用嘅路線嘅。咁喺雅加達成日塞車嘅情況之下，坐巴士有陣時會快過你自己 call 車。另外一個好大嘅誘因就係因為佢夠平，坐一程2蚊港紙都唔使。但你坐呢啲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買佢呢一張交通卡。用咗大概30分鐘就去到南雅加達。咁南北雅加達係兩個唔同世界。南雅加達係商業中心區，你見到呢度全部都係高樓大廈，同北雅加達一片頹垣敗瓦就係另外一回事。我呢個位係巴士站嘅上蓋，咁其實都係一個景點嚟嘅，但睇夜景就會再靚啲。我後邊一堆當地人而家都喺度影緊相，咁呢個位長期都會有一大堆人喺度噶啦。雅加達嘅巴士路線系統係整到好似火車咁，巴士站就一個月台，你睇到個巴士站充滿現代感。Grand Indonesia 咧算係南雅加達最大型同埋最出名嘅商場嚟㗎啦。咁佢仲分咗做兩邊嘅添。買名牌啊、買手信呢啲咧，你咁就自己過嚟睇啦。我主要就過嚟食飯多嘅，因為呢邊嘅餐廳比較靚，咁食嘅嘢亦都比較好。咁當然啦，相應嘅價錢亦都會比較高嘅。咁呢邊食一個套餐都講緊50-60蚊港紙，以呢邊嘅工資水平嚟講就係好高㗎啦。咁食完飯呢，我哋而家就會去 SPA 嗰度 relax 一下。咁我哋今次會去喺一間酒店入邊嘅 SPA。咁呢間 SPA 嘅一大特色呢，就係佢有埋游泳池。咁按摩套餐係可以包30分鐘同技師一齊浸嘅。咁呢度就係游泳池啦，咁環境其實好普通，係堅明嘢嚟嘅啫，同埋會有好多普通人都會喺度做桑拿等等，同埋呢間 SPA 有20萬嘅入場費，如果你單係用佢嘅設施嘅話呢，就真係麻麻地啦。呢度又係另外一間好出名嘅酒店俱樂部，模式同我哋前日去嗰間差唔多。前面嗰個準備返工啦。咁其實呢啲酒店係同以前80年代香港嗰啲夜總會差唔多。咁入邊有人唱歌跳舞。咁啊題外話啦，當年梅艷芳都有喺呢啲場嗰度唱歌。咁啊咁啱見到佢哋喺度處理啲毛巾。咁你見到嗰個數量，你就知道入邊嗰個規模有幾大啦。咁先出翻嚟大堂，因為入邊嘅音樂實在係太嘈啦，咁啊唔係好方便傾偈嘅。雅加達呢啲咁嘅酒店俱樂部嘅最大缺點就係佢哋嘅音樂實在太大聲啦，你喺入邊內咧耳仔都聾啊。咁依家我會翻酒店休息一陣。咁今晚就最後一晚，我自己私約咗人過嚟一齊去夜店嗰度玩。咁其實如果你想溝女嘅話，都可以過嚟㗎。不過我就想直接一啲啦。咁同泰國一樣啦，去飲下酒夜店嘅話，就比較有情調一啲，個人都玩得 high 啲嘅。咁就唔會話戇鳩鳩咁樣即刻就翻去酒店。雅加達係有呢啲比較大型嘅夜店㗎，只不過位置多數都唔係喺北區。咁好多益友都會覺得雅加達夜晚係好無聊嘅，因為除咗去我哋成日去嗰幾個地方之外咧，就好似冇其他活動啦。咁其實雅加達呢啲咁嘅夜店都係有好多嘅，咁只不過佢哋嘅酒水費用就會比泰國嗰邊貴。咁呢間因為華人夜店咧，所以佢又有普通話歌。咁你見到佢嘅招牌全部都係用中文字嘅。我們知道嗎？
我已經到咗機場，準備翻香港啦。我知道益友最想知道一定係旅費，咁機票因為係換嘅，所以就比較平。但如果單計娛樂、酒水、交通、飲食等等嘅費用呢，都係唔超過7000蚊港紙嘅。對比起其他東南亞國家嘅夜生活行程呢，咁呢個價錢係比較低嘅。而另外幾值得驚豔嘅就係呢邊嘅工作人員服務同埋態度都係比較好，因為遊客泛濫，咁而家好多地方都會抬價或者態度好差，貼錢買難受，所以今次嘅旅程俾到我嘅價值，我覺得係好高嘅。好，咁今次嘅雅加達之旅就結束啦，因為呢度唔係泰國，我始終冇辦法喺嗰啲場所嗰度公開拍片，咁所以就只能夠用呢個形式去表達俾大家睇。最後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想睇更加多雅加達資訊，歡迎瀏覽我哋嘅網頁。如果你想更加深入嘅討論，記得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電報群組同埋頻道。好，今日到此為止，再見。